香港實在太適合一個人旅行啦！香港交通方便啦，去邊度都近，而且啲人行路好快，有船、有巴士、有地鐵，全部到站嘅頻率都好高，好適合 solo trip。佢哋嘅商場密集啦，賣有牌子的嘢都好平，因為佢哋冇稅噶，所以建議大家如果想 shopping 可以衝香港，肯定平過大馬。食物又好味啦，咖啡好多，雖然一餐要大約馬幣25蚊，兼埋我通常都食唔晒嘅。呢個我之後會特別分享一篇美食篇。香港呢，有海啦，有山啦，有夜景，佢哋嘅啤酒仲平過礦泉水啊！馬來西亞的酒肯定冇咁平啦。呢次呢，我仲去咗五月天嘅演唱會，佢哋重要的日子全部都係會喺香港舉辦噶，好幸福啊！呢幾日呢，我都係響銅鑼灣住 budget 嘅 backpacker， 對我嚟講就係瞓覺啫，所以我冇乜要求嘅。咁我就響我住嘅地方行下，竟然遇到打小人的橋底啊！我由細喺電視節目睇到咋，而家喺我面前出現，我覺得好神奇啊！我覺得最靚嘅地方就係上環啦，條路好斜，我行龍直山都冇咁攰。佢哋建築物的組成全部都達到我的審美，我好中意嗰度。如果唔係大馬匯率低，我就會一直去香港嘅，因為畢竟住宿同埋食都係比較貴的。shopping 呢就係一個選擇。總結嚟講，我覺得我會再去啊，因為香港對我嚟講實在太方便啦。